接把下来看，我们嘅专题有上山国王信仰嘅素材，单单如有客人嘅脚架。18、19世纪，上山国王不但是提广东省嘅地方信仰，谈论广东人过去开垦上山国王也来到台湾，为初到全面了解上山国王信仰同客人嘅情感连结。客家电视推出《上山千里情》内列报道，记者齐飞莲同庞金路特别谈论而来心中。去到中国广东嘅甲西岸探访上山祖庙，和攀山高音去看上山国王睇金山、名山，特别土山风嘅繁衍体。广神是美梦等上山国王神像，而兰正安强嘅心中动态呈现出发。我用小三同嘅方式去对岸广东，我去探访，我去寻上山国王嘅繁衍体。村内初到厦门，天天就爱坐好久位嘅茶嘅，我去有700年历史嘅广东药品奉承神强。归路后看到几名同安人吃菜嘅去电视冷茶开水。行家啲路顺摆摊内卖菜卖果子，就将台湾种下嘅景象，看起来晴朗朗嘅。自拍位比比标标，没有放欢喜立片嘅接太家，行啲片准备嘅盐果、猪肉、切切嘅果子来摆上山国王。太木山下嘅奉承神强。出山慷慨，同样品鉴太城镇城南村嘅东片，占地3500平方公尺，有3堂6片2片奖。中国大陆广东有平嘅一片总共有8个件嘅上山国王庙，记者啲一片嘅凤场上山国王庙係一片当地清泰嘅一件上山国王庙，行家己啲文化大革命嘅時節受到動態嘅破壞，唔過啲1988年嘅時節又重新起過嘅，一下一件廟係當地青重要嘅信仰文化中心。完爷那个2月25是他的诞生日，就传仙啊。每户都有来这里拜，这人啊很多的，每家每户都要放一些来放礼品啊来拜。前几年都有的300多人的，有100多的，还有现在这个40-50人的，经常到这里来。姚平县红城大庙是历史悠久、神威显赫，具有800多年历史的古庙，所以我们专程来这边学习，来跟促进两公文化宗教的交流。上山国王喺數過一棟披風嘅神明，數過喺上山，自己出去土廣東嘅勇士嘅實驗嘅金山、名山、土山。一開始嘅老市民對有名嘅山呢，靈顯嘅生條嘅自然崇拜，尤其拿來做人看。上面嘅拜嘅兄弟對國家有功勞，變成古後也上出山未有嘅功名，下後就演變做上山國王。上山國王也有人喊做王爺，被慶祝嘅上山國王信仰文獻，現代流行咩寫嘅明孔廟嘅當中。公也上尾神社係啲隋朝發展起來，到唐朝東陵縣、宋朝蘇國廟，行家傳統民情跳到一下，享福海內外出遊。上山國王分布情況動態，比如講按到貴州中國嘅南方嘅海岸線嚟看，最北片嘅最東片上山國王係分布到現在廈門市內，現在所謂汕頭。潮州韓國吉陽山市內，係嚟搶中國上山國王最多嘅地域。韓國一直到珠江三角洲嘅4片嘅推山市，漸漸經過明朝、清朝，係分布到台灣、韓國東南亞地區。按多年來兩岸宗教同道機會交流，見來見到台灣民眾喺中國大陸了解信仰年頭、韓國歷史文化。你發現崇拜上山國王嘅心中係跨族群、跨方言嘅限呢？
無論時間、空間有未改變，背後有族群融合意義，代表開墾精神的三山國王，行嘅技術的國體開把白爬。下個新聞彭景樂持必定共同報道。